大家早，今天是1月27号星期二，美国各大指数今天就各有升跌，其中呢就 S&P 呢跟 Nasdaq 呢是比较好的，如果 S&P 的话呢，今天可以算是第5天上涨。因为昨天呢4个指数里边呢也是 S&P 跟 Nasdaq 比较好，S&P 最后是涨35点，涨0.5%。Nasdaq 咧昨天是漲100點，漲0.43%，然後道瓊斯呢其實都是漲的，漲314點，漲0.64%。Russell 2000小型股昨天是跌的，第一天殺跌9點，跌0.36%。來到今天的話呢，四個指數裏邊呢，就道瓊還是跌的，最差的時候曾經跌518點，然後最好的時候呢，現在慢慢漲起來，是跌大概只有280點。這個指數裏邊的話呢，S&P 跟 Nasdaq 剛才說了，今天都是漲的，然後有可能有望呢，今天的 S&P 跟 Nasdaq 呢都會衝破咗這個歷史新高的收盤的新高。S&P 呢就先前的收盤新高呢是1月13號，大概2個星期之前做的這個6977。然後 Nasdaq 呢也是同一天做的23734，所以今天看看能不能呢會衝破這個新高的啦。其實呢，今天呢就沒有什麼經濟數據，但是這個星期的話呢，大家都會等待這個科技股呢就陸續會公佈業績，這個 Magnificent Seven。大家呢都會關注這些重要的科技股呢，這個企業能不能的獲利，能不能再支撐繼續這個市場的升勢，然後都會等待呢這個星期三啊，今天明天呢聯儲局會開會，這個利率這個決定。現在呢市場呢都估計了這些最近的經濟數據不錯，聯儲局呢可以按兵不動，應該呢只有97%呢是可以維持這個利率不變。下一邊呢3月18號都是一樣啦，84%是可以維持不變，只有16%呢是需要減0.25的。今天這個10年公債利率變動不大，4.223漲0.01。但是呢，這個美元的話呢，就是可能最近很多不同的地緣政治啊、消息等等影響啊，美元繼續走弱，跌到呢是最近的4年的這個低點。美元指數現在是報96.3，再跌0.76%。商品方面呢，就黃金啊、白銀就做了新高以後呢，現在都是穩定。黃金呢，昨天曾經最高呢做了這個5111.4的5111塊錢的這個歷史新高啊。今天的就靠穩，現在呢是報5092.36。白銀呢最後昨天呢做了這個歷史新高117塊錢7毛3啊。昨天早上的時候呢才是113，後來呢衝到117，然後今天有時候回落，但是都是靠穩的。現在呢108.09。很多呢這個分析師呢本來估計呢黃金到這個年底啊才會達到5000啊，現在呢已經提早了，很多 analyst 都紛紛把它這個 target 提到6000塊錢了，今年黃金年底。油價的話呢反而跌下來，WTI 原油60塊4毛，跌0.38%。比特幣方面呢，它短線有點震盪走低的，最近都是比較疲弱，現在是報了88629。個股方面呢 ，Micron Technology 因為它宣布擴充它這個記憶體晶片的這個產能啊，所以今天呢做得不錯，代號 MU409塊2毛9漲，2毛9漲5.1%。然後呢，昨天說這 Intel 呢宣布投資20億美元的這個 CoreWeave 呢繼續漲了，昨天已經漲了6塊錢，差不多6%以後呢，今天再漲啊，代號 CRWV 110塊錢5毛，漲12%，今天曾經最高漲到111塊4毛4。但是呢有好有不好啦，有些這個
United Health 這個保險公司呢，今天就跌得很多啦。他估計呢，這個年度的營收呢，會出現呢30年以來的首遍的下滑。代號 UNH 285.3毛6，大跌19%，今天曾經最低跌到282.4毛5。最後呢 General Motors 汽車的都不錯，它這個報告這個財報，代號 GM 86.6毛3，漲9%。好啦，今天財經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為你報道。